前命你三将的顺便下山，躲在国王面前，可恨的顺便才高从败兵破城，害我失了一场的体面。满朝文武耻笑于我，说他我盲言蒙此为尊，比不上嘅顺便。想我盲言系一国驸马嘅地位，岂能用其以此胆大妄为，此数不报，难消我心中之恨。叫我笑，秋中乾坤啊，不义花。哦吼！都在他公。救啊！今呀三更时分，唯有佛神下宫，我不依。从何庙哪里？拜见驸马，天来何庙出来，有何事情啊？明日假扮朝廷锦衣部司，属托顺便府内，见其九公奉了朝廷寿命，司天台觐见，今夜三更时分，唯有佛神下宫，请其速到上门，拜喜相安，来知佛公。呀，您且慢，有何事情？手指突完，言之待会。哟，娘会安娘啊？照理讲啊，手指突发为本人良者，哪有连子带回嘅道理啊？何必多问？就讲你也系按美国手指突完，就爱连子带回。等佢起兵了后，老爱四处发传单，就讲顺便爱操罚。哦，嘅矮啲咧，孰喜孰悔，万不可泄了风声。事成了后，乃为论功封赏。呀，您。
前本未到，看了天书，惹下百业灾难，为到爱消除太难。我敬尊师父牺牲救你的恶惩罚，想到此时珠海太人，三枪我顺便下山来辅助威王。那显唔显？朱太人一家老幼全部爱战，上记住家有8二口。现在为到我一人死而废命，为到我救济全家，我只好天机下山来采归国。唉，多见就梦游回家探望送亲，心中非常思念，也不定记得哥定用办。手指多娘家。手指开拓国王，国防小役吉安南方三江时分，火神下降，免了顺便带了3000人马前到雁门外祭火神，手指突发，口头掐言，请国王，且慢。手指突完，告知本来啊！嘿，那是俺外国的规矩，手指突发会连指带回。啊，你啊，是你国中的规矩。嘿呀，孙先生啊，时间爱到了，你赶紧点兵，马上就会祭火国了。良知。三军有四处发下传单，供顺便操犯。啊！顺兵操犯，顺兵操犯，顺兵操犯。有猛虎马妨碍外国太平，想出家为何火攻一气，面落结局，忠犬可敌乃会作乱，祈求父王出亚三江，顺便先城初犯，带领数千人马以攻打南门。身为唐首席良师一个，将将兵马撤退，两位还有从一路后严到的传单，
请父王观看。太单孙膑也敢触犯来人啊！哟，将孙膑你太了，并将这3000人马全部出战。父王且慢。虽然孙膑触犯罪该万死，不过夷陵军3000兵马，其中有极多嘅孙膑嘅遗言，故此不可强其蒙通。只是其触动魔鬼，就将威神扫下马来，闻名藐视魔鬼，同样有生穷之福。启奏国王，驸马讲得有理。再讲其系燕国嘅人，想必触犯也系作慢之事。国王为仔细提防。莫白讲我，孙膑是才亲重爱国嘅人，佢怎唔会触犯呢？有理，先孙膑上天。良知，国王有旨，孙膑上天。良知。有唐国王贤，孟婆送金天。参见国王。太单孙膑，你为何三纲亚亲，名落击鼓，操兵练将？莫非你有错犯之意？启禀国王，此言差了。昨夜系戴子干带子前来，说讨南方三江时分，火神下降，明爱爱知火光，哪有操兵而来操犯嘅道理呀？这是哪一位戴子官传嘅旨啊？我唔识嘅。哦，可有小子？小子本嘅带回，讲的系贵国嘅规矩啊！疯童！是盘古开天以来，小子突犯，应当节制，哪有连子带父嘅道理？分明就系错犯！来人啊！哟，将孙膑菜高从战术失踪。钟琴，不敌马杀，我来做敢战啊！父王，爱来做敢战。驸马，这是牙讲呢，你也敢公园做敢战啊？王爷嘅事情唔算你多嘴。你莫用报应啊！好，就命驸马你来做敢战。多谢父王。
天地，我嘅思想望见，爱开我嘅太师乡顺便，命爱速度高长，搭救太师乡，看天时不足，待我管家家务牺牲。孙那边那，爱吃谁那人呐？太公啊！元帝，你看，相爱顺便下山，前来辅助魏王，对魏国轻重宝贵，一切所为都是奉旨一行。望神有个操犯之心，真乃已经变成有罪之人啊！太公啊！此年都在魏国以来，父王一出对你有意思，因为你是燕国人，非是爱魏国的人，既然父王盼催爱战前，既看在爱兄弟的前辈，不爱做奸诈，来派你最后一场。不过，俺用人莫见见，看伊来时，不然来来睇伊来时，我见啊，留低做些事。贤弟，不可！贤弟呀，你对我的恩情，我感恩不尽。只是我竟然做事竟然懂，那个小子不在我身上，我有口也难言呐。太公啊，也唔知係何人來陷害，滿朝文武照公義愛操犯，日下乃奉旨而來，你是千萬唔可怪罪於我啊！這鬼法，我唔會怪你呀、當然啦，有將順便作起。